我就知道还是我的2个小宝贝最疼我，是不是？去，你要是那么喜欢孩子呢，咱们2个就生一个。你要是嫌少呢，咱们就生4、5个，反正出门也是我牵着，我也不怕累，没关系。来，跟秦娘娘说说。小秦，13次了，我向你求婚第13次了。你要是再不娶我，我就真的出去浪了。我本来今天挺想答应你的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再考虑考虑。哎，我们走，走。4喜财呀，7个巧啊，并蒂莲呐，1条龙啊，人家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我都砍死你，我都砍死你！哎呀，去吧。姐姐，娘亲。皇上让你入了皇陵，那里缩得跟宫殿一样，像个关人的大牢。我猜你肯定不喜欢，所以呀，我在这儿给你做了一个衣冠冢。你看，这儿风景多好。这个旧了，我给你重新变了一个。你看，他们现在成双成对的，再也不会孤单。你让我欠你的用什么还？我先喝了。喝完这一碗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兄。姐姐，小宝贝儿，延边，你怎么没在前面帮小琴啊？跑到里面来了。又来了，我闲着呢吗？我这俩孩子一早上也开始黏着我，你俩倒好，在这划拳。我也要和爹爹划拳。小孩子家乖，不学这个。那我长大以后要像娘一样，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。哦，是吗？真乖，宝贝。爹娘，今天街上好多剃头匠，真的？去看。来，走。走啊，六六。起来吧。别跑！今天是2月2，不用抬头。咱娃说到剃头匠，我才想起来，咱俩认识多久了6年整。来抓我呀！算你还有良心，没忘了万华楼那一出啊，差点把你踢死。幸好没踢那一脚吧，白白捡了一个夫君回来。那是因为解药有用，差点让我手活过。也幸好父皇默许，才追我们过来。那是因为我教了曹帮的东西。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慢点啊！今年6周年，咱俩打算怎么庆祝啊？要不然去赌房玩两把？咱们哪次去赌房不是赌到人去楼空？
还有谁敢让咱们参赌呢？嗯，也是啊。那要不，咱们去青楼喝花酒吧？算了吧，整个水岸县的青楼都被你收买了，都改成歌舞场了，你还指望谁伺候你这个掌柜的喝花酒？要不，咱们去婆罗门的路上再造个吧。好呀好呀，我要一个小妹妹给她编花辫子。啊？啊！